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佮互咱经过一礼拜的时间啊。虽然咱伫主的看顾保守内面，咱得到平安，可能伫生活顶面无啥物问题，但是当咱享受神的恩典佮照顾的时阵，咱就会记得我伫苦难当中的人。为因来祈祷，可能因一阵仔伫医院咧，或者有个人、厝内人、家中的人，有人离开世间，求上帝来安慰因，咱来为因祈祷。可能用电话、用什么方法来安慰因，最最重要的，互咱以后有机会出去的时阵，来向因传福音。咱毋但来享受神的恩典，咱袂记得伫苦难当中的人，咱来为因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拯救了阮，成做你的儿女，藉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伊为着阮的罪来到世间，钉死伫十字架顶，代替阮来受刑罚，叫阮信靠主耶稣的人得到永生，罪得到赦免，成做上帝的儿女，有永远的盼望。虽然今生今世会拄着困难、问题、苦难，但是阮心中有主的力量、主的安慰、主的话语、主的应允，互阮掠条神的应允。阮就伫这个世间就毋免惊，虽然有苦难，但是这个只渐止苦的困难在苦楚拢要过去，将来有永远的国度甲荣耀来听候着阮，所以阮感谢你。阮为着伫喺苦难当中的人祈祷，求主你安慰。也帮助因伫生活顶面有需要，也感动人来帮助因。求上帝今仔日这个信息，求主你的灵来感动阮，互阮伫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信心，得到力量，得到盼望。阮为着喺苦难当中的人，求主你加添因力量，加添因信心，也互因。伫苦难当中，我能呼求神，得到神的帮助。我让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各位的兄弟姊妹，顶礼拜咱所讲的题目是挪亚之约，上帝甲挪亚的立约。大家毋知也会记得顶礼拜所讲的内容是啥物？为什么上帝要甲挪亚立约呢？咱若知影迄个背景，咱就知影可能咱小看温习者伫挪亚迄个时代上帝造人到挪亚迄个时代做非常的厉害了。上帝真艰苦心，圣经是安尼形容，伫创世纪第6章第1节到第8节来形容当时的情形。伊讲人伫地顶罪恶真大，规日所思想的真多是恶世界伫神的面头前败坏了，地顶就满了强暴人是属血气的，神的灵就无永远踮伫伊的内面。神后悔造人伫地顶，心中忧伤那迄个时阵是一个义人，是完全的人神就甲伊同行，神就指示伊要做一只方舟，因为神立意要将当时的世界的人类甲伊灭绝咯。因为迄个时的罪恶非常的严重咯。那么神还阁互因一个机会，通来明白这位上帝来悔改，但是因仍然唔悔改。那么上帝就吩咐挪亚做一只方舟然后就洪水就来了。天顶迄个窗开伊意思就是一个 canopy， 迄个天顶的迄个水落落来洒落来，涂骹底的水冲起来，所以满了全世界只若有当时的跩动物鸟兽咯。神所创造一对的入去到方舟内面，也阁挪亚一家8个人因2个翁模也阁因3个囝闪含雅弗甲伊的新妇8个人入去。了后呢，经过100几十日到200几日的时间水就找到消退了。迄个时阵，人已经灭绝了，只留了一家8口。然后呢，当对打去的时阵亚伯拉罕上帝就甲亚伯拉罕立约立约。伊的约真简单伊的约真简单伊的约写啥物呢？就是说我甲恁立约，凡是有血。有血有肉的，我无搁再互这个洪水来灭绝咯迄个时阵上帝伊甲伊立约凡有血有肉的，就是跩生物跩动物甲人无搁再用洪水来灭绝你咯，并且神用这个彩虹迄个庆来做记号。我若是看到庆就想起到上帝的立约。上帝的立约就是无搁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所以咱看几千年来，上帝无搁再用这个洪水来灭世界，只有伫世界顶有局部的部分的地区性的这个洪水尔定所以这个约也就是神甲人订立迄个合约，迄个关系的合约，就是神要借着这个约呢来祝福人，那人就遵守迄个约内面的条款，
甲上帝也要遵守那么，但是咱看到人有时会软弱无照做，但是神无论如何，伊就是着照做上帝伊是信实的，按照所讲的在内面的约来完成、来应验、来实现咯。这就是讲到这个约。那么这个亚伯拉罕的约是什么呢？伊的内容是什么呢？那简单来讲这个大概的内容是安尼。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约交船的头前迄约是无同的。这个约可以称呼做神的恩典之约恩典的约，就是神来拯救世间人，来归属于家己的这个开始神用这个立约的方式那么伊要到立约，要向上立约呢？当时世间的这个罪也是非常的严重神就借着来呼召一个人叫做亚伯兰当时叫做亚伯兰，后来则立约以后，则换做亚伯拉罕。那么这个约伊讲上帝先呼召亚伯拉罕，是你着离开本地本族，交连老爸的这个家到这个青疏的所在有几项，伊说要应允要应允伊将来要成做一个大国。第二方面呢，要应允亚伯拉罕要赐托伊甲伊的后裔伊的后代一块地咱现在叫做应允的地，还是迦南地。第三方面呢，神来应允伊亚伯拉罕伊的后裔是非常非常的多是数袂清的、数袂清的，亲像天顶的星，甲海边的沙这是当然是一款的形容形容说伊的后裔伊的后代是非常非常的多。第四项呢就是神来要借着亚伯拉罕要成做万国的得福得到上帝的祝福这项代志所以有四项，头一项就是上帝应允伊要成做一大国；第二方面，神你应允伊要互伊的后裔伊的后代有一块地通徛起；第三方面，就是要应允伊的后裔非常非常的多。后来最后呢，就是上帝要借着亚伯拉罕成做万国的祝福所以这个约呢是单方面的，是神单方面所立的约。亚伯拉罕唔连附什么其他的一点还是条件完全是神单方面来负责来应验、来实现这个约内面所应允的代志。但是只有一项，就是割礼这是立约的割礼。上帝吩咐亚伯拉罕讲，伊说你甲你的子孙、甲你的后代，还是对外面买入来的仆人男的，要做一项代志，就是着行割礼，英文叫做 circumcision。割礼就是将男的迄个生殖器官将迄个表皮甲你割起来然后呢，这个割礼就成做这个立约的一个纪念一个纪念，还是一个记号，一个记号每一摆想起这项代志，就想起到神甲因立约那么这个约呢是永远性的毋是这个时机是永远性的第二方面呢，咱讲到这个约这考虑咱有分做三方面，还是三部分的圣经来讲述这个约的内容就是圣经创世纪12章、到15章、到17章内面所讲的
一件经文啊，就诚做这个约的内容咯。所以今仔日咱来讲到这个时咱讲到这个内面这个约的内容啊，头一项是关于这个约内面啊，是关于上帝要应允因啊，有一块地叫做迦南地，迦南地还是应允之地记载伫创世纪12章第一节12章第一节创世纪这搭有讲到地的代志我读圣经互咱听。上帝安尼讲，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甲恁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讲到地 land 地去这个地就是指将来上帝应允可以的这个地，也就是迦南地15章第7节安尼讲，耶和华又搁对伊讲：我是耶和华，曾经带恁出加勒底的吾珥，为着要将这个地使你为业要将这个地使托你做业。当时亚伯拉罕拄交外国战争了后拄伫迦南地时阵，上帝甲伊立约。讲说我要将这块地迦南地要赏赐互你要诚做这块地要赐托你为业所以将这块地要赏赐互你。那么这块地到底偌大？15章18节到21节这搭有安尼讲这个迦南地的范围一个地界到底偌大？圣经安尼讲。创世纪15章18到21节安尼讲，当迄个日子，耶和华甲亚伯兰立约，讲我已经赐予你的后裔对埃及河River of Egypt 还是Wadi El Arish 这个所在，直到伯拉大河之地。这伯拉大河用西语就是 Euphrates 这个所在，还是 The Great River Euphrates。OK， 那么这块地呢，就意思就是对埃及迄个边界，南方的这个边界，到北方这个所在，迄个北方就是Euphrates迄条河。为界要做因的地界，就是应允之地。那么内面所徛的一个人圣经安尼讲，这个地内面呢，就是基尼人基尼斯人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时人利番因人、阿摩利人、迦南人。吉加撒人、亚波斯人之地，这一共讲到10个族所徛起的地相当的，当时是相当的大真侪族有交因有关系。那么这就是上帝所应允予因的迦南地这是讲到这个地方面。第二方面，上帝应允什么呢？伫约内面要应允亚伯拉罕伊的后代是非常非常的多，伊的后代是无数众多的后裔记载几个经文创世纪15章第4节到第6节安尼讲第4节安尼讲，耶和华有话对亚伯兰讲。这个人就是指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僕人叫做以利以下。伊讲你的僕人无法通食做你的后裔毋是你的后世后代伊说的确无法，这个僕人无法通食做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
才有法通食做你的后代，你的后裔啊。好，第五节安尼讲，意思就带伊行到外面，讲你向天观看，所算正星，若有法通消过，你有法通消过来吗？啊，又搁对伊讲，你的后裔也安尼，你的后裔也要安尼发做。啊，第六节，阿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这项啊，成做伊的义啦。阿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这款的信心嘛，就定伊成做伊的义咯。那么这个以信来称义，就是对遮来的啊，这就是咱今仔日这个救恩啊，是基础呢，就是用信心来称义。今仔救恩就是因信来称义。罗马书第5章第1节，就甲咱讲这项代志。说落去呢，佮再讲第6节啦，说我的确要互你的后裔极其烦恼，国要对你立立，君王要对你而出啊！一搭有讲到2项，一搭就讲到你的后裔啊，要真多，这个国度啊，要对你你的后裔出来。有一个君王啊，也是要对你的后裔对你甲你的后裔出来。那么这个咱就知影，这个国度是啥物啊？以色列国，国较远呢，就讲到上帝所建立的这个基督为王为君王的这个国，就是天国，就是天国，是神的国的意思那么第7节呢，伊说我要甲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要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甲你的后裔的神。第8节，我要将你现在所徛起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要赐互你甲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要做因的神甲咱讲到伊的后裔要真多，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山，这是一个形容词意思就是伊的后裔真多，毋单啊这项代志毋单啊是讲到这个属肉体以色列人的伊的对阿伯利罕出来的这个后裔另一方面是讲到因为信心来成做神的儿女这个属灵的后裔属灵的后裔。那么第3方面的应允是啥物呢？神应允阿伯利罕要祝福这个世界因着阿伯利罕上帝要祝福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创世纪12章第2节到第3节安尼讲。伊说：“我的确要赐福互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3节，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我也的确要祝福伊。那个咒詛你的，我也要咒詛伊。佮说落去，讲可说，地顶的万族，拢要因着你得福地顶的万族，拢要因着你阿伯利罕来得福。那这项代志呢，就是应允到耶稣基督的神顶教会信徒后来的信徒基督徒信靠主耶稣就是万族咯世界的万族，拢要因着来信靠这位耶稣基督来得到福气这个是经过偌多年了后，耶稣伫新约的时代会出现的应验那么咱看到这3方面3方面的应允这个约内面的应允，头一方面呢，就是要应允对；第2方面呢，应允人伊的后裔；第3方面要应允啥物呢？应允阿伯利罕要成做
世间人的祝福啊。那么对这个约内面啊，甲阿伯的罕的表现啊，让可能对这项代志来学习到属灵的功课。头这方面呢，我看上帝啊，呼召阿伯的罕得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啊，就顺，咱看阿伯的罕就顺服神的带领。这项啊，因着信心叫顺服，这是咱基督徒应该学习的功课啊。那么为什么要离开迄个所在呢？咱知影洪水了后啊，世界顶这三个家庭分散伫逐个所在，后来佫生产出现真侪的后代啊，有真侪人啦，所以因有出现真侪人，佫真侪种族啊，佫有各款的宗教文化会产生出来。那么人因为抑佫是一个罪人啊，当时啊，因对神的信仰纯正的信仰已经愈来愈淡了，愈来愈淡化了。因对这位上帝的认识啊，也是愈来愈少了。那因的生活呢，因为无相信这位真神啊，因的生活也是败坏了咯，也是败坏了。所以上帝啊，为着要保持这个纯正的信仰，对这个真神的认识甲敬拜，所以伊就带伊就离开了这个所在，离开伊的家族，伊个地，伊徛起的地，甚至离开因老爸这个所在。咱知影因老爸也是一位拜偶像的人啊，这个他拉英文叫做 Terra， 伊也是一位敬拜偶像，甚至因老爸啊，咧做偶像来咧做生意咧买啊。所以阿伯咧喊伫即款的无好的即款偶像敬拜的环境内面啊，真恶啊！要保持这个纯正的信仰，对上帝真正认识的信仰，所以上帝就呼召伊离开了迄个所在，来一步一步来引带伊来离开这个所在。上帝就一步一步来经历到上帝的信息主啊，该带领力，然后呢，对神有一个真正的信仰，对神有一个真正的敬拜，有一个纯正的信仰甲敬拜。所以啊，今仔日咱来用伫咱的信徒心中啊，也是相款的。阿伯利罕当时是伫即款的敬拜偶像，这个对上帝的真正认识甲敬拜实在是非常的严重了，非常无好了。所以上帝引带伊出来。那么咱现在也是生活伫这个世界，伫这个满了罪恶黑暗的世界当中，咱看这个时代啊，咱免阁形容咯咱家己会知影。所以咱伫即款的世代当中啊，咱做这个神的儿女啊，咱虽然生活伫这个世界当中啊，但是咱的心灵、咱的道德观念咱的行为，无搁再袂做咧同流合污。同流合污，什么叫做同流合污呢？就是亲像一条河暗站在什么暗站的本所底下伫咧流，伫咧迄条洪流伫咧流，咱暗袂做咧，亲像伫迄条河内面的迄暗站安尼，甲伊三甲做一个流叫做同流合污所以咱属神的儿女就有分别，就叫因有分别为圣。圣经讲有分别为圣，咱
生活伫因当中，但是要伫因当中分别出来。要怎样分别出来？就是咱的思想行为，咱的道德观念，要交因无同。所以基督徒啊，伫这个世界顶啊，要保持这个圣洁的生活，交这个正确的心、正洁的态度观念。要怎样做到呢？咱就伫圣灵的引带甲带领内面，咱就读神的话语，咱就有过这个灵修的生活，咱就有对真神的这个敬拜这对神的敬拜，要做合乎神心意的生理，还是合乎神心意的生活，咱就可能蒙主的悦纳。这是咱对阿伯的罕的信心叫顺服，甲离开迄个环境嘅这个grund地神来行正确的道路。第二方面呢，阿伯的神甲阿伯的罕立这个阿伯的罕之约。咱所相信的这位真神就是这位立约的真神，伊是信实的。上帝是无违约的，上帝讲的话一定会按照伊的应允来实现会一定会应验的。所以神常常伫圣经当中逐摆提醒以色列人叫属神的行理，提醒伊是逐摆圣经安尼讲，伊说我是阿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圣经讲神是毋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上帝常常提我是阿伯拉罕的神，我是雅各，我是以撒雅各的上帝伊毋是死人的神，意思就是说，虽然有真侪神的行理过去的圣徒已经离开世间了，但是圣经讲因还在活咧，所以因还在是雅各的神，还在是阿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也是咱顶摆所明白的人，咱的牧师，咱的传道人，咱的亲人信主了，因虽然离开咱到上帝下去，但是因抑阁是上帝的行理，因抑阁定定活咧，因也是无人的神。所以神逐摆常常用这项来提醒，伊是一个信实的上帝，要按照伊的约来行，来应验，来实现。圣经佫安尼讲。当暗耶和华向伊显现讲：“我是你的老爸阿伯拉罕的神，你毋免惊，因为我要甲你同在，要赐福互你。”当神的行理拄着问题惊吓的时阵，神逐摆用过去怎样对待阿伯拉罕、雅各对待以撒，怎样甲因同在。来安慰后代的人，甲伊讲：你免惊，我要甲恁同在，我要赐福互你。所以兄弟姊妹，咱虽然毋知影你现在的光景怎样，你的情形怎样，可能有一寡问题，可能拄着一寡困难。但是，咱就千万会记得，耶和华真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咱毋免惊，拄着什么款的困难，毋免惊，因为神要甲咱同在，伊袂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离开咱，放杀咱，因为耶和华是信实的神。上帝要祝福咱通得到安心。所以第二项，咱是看到上帝是一个信实的神，咱来安心第三项，
第三项，这阿伯的汉这个约啊，英文伊的后裔啊，有一位君王吼，甲救主啊，神要借着伊啊，神要借着伊，通来拯救这个世界。那么，这个就是伫耶稣基督要祝福世间人，借着耶稣基督来祝福世间人。这个约吼，这个来约吼会打第三项，第17章第5节、第6节安尼讲，说对打以后啊，你的名无搁再叫做阿伯兰咯，要叫做阿伯列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道国之父我的确要互你的后代极其烦恼，国度要对你而立，君王要对你而出，直到讲到国度甲君王所以用这项来勉励兄弟姊妹，神应允的这个君王就是指耶稣基督虽然也是指当以后的这个大卫王但是直到讲到这个君王是指将来上帝要建立的这个国度，就是天国，还是神的国这个耶稣基督要永远做王所以兄弟姊妹，咱现在世界多灾多难，但是主耶稣你第二次降临的时阵，迄个情形现在世界的情形叫耶稣所形容的第二摆降临以前，一个有调真沙动真丰富所以咱现在的心态应该是什么呢？头一项，咱现在的心上帝甲咱讲，毋能行，毋能行，因为我甲恁同在。所以咱虽然看到真侪灾难、战争各款的病毒但是咱毋能惊，伊要甲咱同在。第二方面，咱着时时来批判，听候主来。要怎样批判呢？就批判咱的心、咱的行为，咱有啥物得罪人，咱着认罪悔改。咱做袂到，咱着去补。求主来，互咱定定批判好势，来迎接主耶稣搁再来。如果今仔日是咱最后的一日，咱要做什么代志咱应该做什么代志呢？所以咱主耶稣托咱，上帝托咱的责任是什么是传扬福音到普天下去来传扬神的信息。耶稣基督的救恩，伊的主爱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咱就传福音，咱教会要传福音来到主，搁再降临伫这个世界为止。最后呢，咱知影伫这个15章创世纪11节到12节伫这个立约的家庭当中上帝甲阿伯来立约，就叫伊系羊抬牛将迄个羊甲牛的身躯破做一半摆伫遐，然后上帝要对迄个身躯安尼行过去人就安尼行过去。但是发生3、4项代志，头一项就是伫咧进行的这个仪式的时阵忽然间有一家鸟叫做 vulture 叫做光头鹰就是专门咧食死尸的，会怎样？伫立约的迄牛的身躯叫羊的身躯要食坏嘛。所以阿伯兰看见甲伊险走，还就爬走咯。这是头一项发生的，伫咧进行迄个立约的仪式的时阵。第二方面呢？阿伯列罕阿伯兰迄个时阵，伫咧立约的仪式的时阵，那伊真沉就是沉困就是困所毋知人去所以伊无进行迄个仪式
无进行迄个仪式。第三方面呢，忽然间伫后壁咧喊的身顶有真惊人的黑暗落伫伊的身顶这个毋知是啥物有一款真黑暗，而且是惊人的黑暗落伫伊的身顶第四项上帝预言说亚伯兰的后代以色列人要经历到400年还是430年，会托别个国家来虐待、苦待、对因歹，将因当作奴才来对待因。这个到底有啥物意义头一项因伫咧进行这个立约的仪式当中伫这个进行当中，亚伯兰的后代会经历到啥物咧？魔鬼撒旦的攻击，甲黑暗的日子所以伊立约的时阵，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咱看以色列人拄着真侪困难伫埃及做奴才，托因苦待，念出来生大波的在家庭甲因激死托因做苦工然后呢用真侪方法要来对待因，上帝就带因离开了这个国家，然后要过红海，然后经历到这旷野真侪的苦难。战争、吹打无通食拄伫腹肚枵，有真侪在敌人的攻击战争的时阵，这是上帝无离开因的困难上帝一项一项为来帮助因，所以因经历到黑暗的时期，但是上帝互伊伫黑暗当中看起光明。伫拄着危险的时阵，上帝就用伊的带领来拯救因。所以这个困难叫黑暗的时期咱每一个信徒也是经历到黑暗的日子，也是这个危险的日子、苦难的日子。但是苦难是对咱属神的行里是一款的经历。什么经历呢？那是经历上帝的慈爱，经历上帝的带领力，经历上帝的信实。当咱经历到上帝，经历在困难的时阵，咱就是经历到上帝的恩典，经历到上帝的拯救，经历到上帝的权能。安尼经历就互咱属神的行里，伫灵性顶面，搁再进了一大步。所以咱也感谢主，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主的恩典。咱现在虽然伫这个困难当中，咱做神的行里也是会拄着在逼迫，拄着困难，拄着危险，咱有机会通来经历到神的带领这是一款的恩典所以这个苦难是对咱有益处的。只要咱伫苦难当中倚靠上帝，咱就可能经历到神咱的灵命有可能对黑暗会进入到光明，对苦难对进入到来舒坦，进入到神的平安安息内面。所以咱来感谢主。我毋知影兄弟姊妹，咱即阵处伫什么款的环境但是毋免惊，无论怎样，咱伫苦难当中来经历神，互咱的生命更较丰富，来听候主搁再来的日子。咱三个阿头，上帝阮多谢你，借着你圣经的话语，帮助阮伫苦难当中有信心，互咱倚靠这位信实的上帝、全能的上帝、慈爱的上帝。阮感谢你，阮为着欢喜兄弟姊妹来祈祷。因即阵伫疫情严重的时阵，求你安慰因，互因心中无惊吓，
阮知影你甲因同在，要带领因出黑暗，进入光明，离开危险，要进入上帝的安息。求上帝，你甲阮每一个人同在。我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